这辆车号嘛，互交通部虽宣布要修改高龄驾驶的管理措施，也毋过民间团体即马是认为，要降低高龄者老人交通事故的风险，大先爱做的是爱甲基础建设做好，亲像是人行道的环境、公共运输这拢爱做，爱互老人要出门毋免塞车、毋免骑多摆。也那交通部长另外嘛表示，政府会针对用更较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时段塞车的能力。3月8大重在四项车祸，交通部宣布下周换照年会到70岁上紧，明年开始。不过目前全台70岁以上有驾照人差不多是182.6万人，10年后会增加到272万人。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，未来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检验后大人驾驶方面的能力。我们当然会用更有效、更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我们所有的年长者在驾驶方面的能力。好，那包含他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能力，跟他的认知的能力。交通部针对高龄驾驶推出3大改革措施，包含换照年岁为75岁下修到70岁，加强危险监治测验，有调书记录爱进行实地训练等。按国民团认为，即马上要件应该先完成基础建设，建立无障碍人行道环境甲公共运输。高年岁大人无需要选择用私人汽车，就安心出门。公车的路线、公车的路网、公车的时间都要再更密集，让大家愿意放弃私家车的使用，转而使用大众运输。针对政府提出自愿交会驾照补助贴拍出措施，有地方认为中南部公共运输无普遍，恐惊无什么效果，建议提供美国的固定次数或者是金额公共家庭车，对中南部老人口实际帮助。也建议用比较别国，要求高龄者车辆强制加装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。日本有强迫，不管是加装防爆冲装置，或者是加装防撞辅助系统等等。对于未来年长者的驾驶的部分，我们使用中的车辆要不要来补助或加装？科技防御的部分，我们也在这3个月里面，我们来做检讨。例如增加路考，或是特定违规样态的这种课程。部长简单说明一下。报告委员，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分阶段啦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细部的细则，以委员这个建议，我们在3个月之后会来提出来。对外界质疑各县市的同学行啊限速无同，陈世凯表示，因为各学校周边环境无同，限速也无同，未来应该地方沟通讨论是不是统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